诉心法实施了后，对动刑犯每人扣押几届拢有限制。照由民地的情形来看，确实符合。杨先生，法官真同情你，才有你安尼的机会。你今晚若认罪，就会当提早转去厝团圆。阿爹，14年啊，有够久啊！我是惊讲恁妈，毋知我都当甲你无做小好，咱莫阁相过好无？咱到这结束啊，好无？咱公司的辩护人是有啥物法律的地位，会使去被告？法院敢若阁是一个公平、公正的单位？真无简单行到这，恁顶哪答应的？咱是律师，无在了替决定啊。爸，请你原谅我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无做推定。